大家好，我係 Jessie，歡迎收聽避孕解碼系列節目。之前我哋講咗避孕藥嘅發明歷史，但你哋知唔知道呢粒小小嘅藥丸唔單止係一種避孕工具，佢仲徹底改變咗女性嘅人生。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探討呢個問題。根據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laudia Goldin 喺佢嘅研究《避孕藥的力量》入邊，點樣揭示避孕藥對女性嘅深遠影響。喺1970年之前，由於意外懷孕嘅風險好高，好少有女性敢投入需要長期訓練嘅專業領域，例如法律或者醫學。佢哋嘅學業或者事業發展，好容易會被突如其來嘅懷孕打斷。但係當避孕藥喺1970年代開始普及之後，情況就完全唔同啦。醫學院嘅女性入學率從10% 急升到1980年嘅36%，而法學院嘅女性學生比例亦都從4% 飆升到57%。牙醫同埋商業課程都出現咗類似嘅增長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避孕藥令到女性可以真正掌控生育，佢哋可以安心咁投資喺教育同埋事業上，而唔需要犧牲感情生活或者擔心事業會中斷。避孕藥唔單止影響事業，佢仲影響咗女性喺婚戀方面嘅主導權。喺1972年之前，大約一半受過大學教育嘅女性喺23歲前就結婚。但係當避孕藥普及之後，喺1957年出世嘅女性只有30% 喺23歲前結婚。點解呢？因為避孕藥減少咗女性因為性需求或者為咗尋求穩定而早婚嘅壓力。女性可以延遲結婚，專注事業發展，進而揾到更契合嘅伴侶。例如擁有相似價值觀同埋教育水平嘅人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避孕藥唔單止造福咗使用者，佢仲令成個社會產生咗乘數效應，佢直接降低咗專注事業嘅女性懷孕嘅風險。而由於越嚟越多人延遲結婚揾伴侶嘅市場變得更廣闊，選擇更多，所以即使係唔使用避孕藥嘅女性，都從社會上年輕結婚嘅壓力減輕中受益。當然，法律嘅變革都係關鍵。喺1970年之前，法律禁止21歲以下未婚女性獲取避孕藥。到咗1960年代末同1970年代初，美國各州將成年年齡降低到18歲，大學健康中心亦都開始提供避孕措施。喺呢啲法律比較寬鬆嘅州份，年輕大學女性嘅避孕藥使用率高出30%至45%。呢個直接關聯到佢哋嘅婚齡推遲同埋對事業嘅投入。但係避孕藥嘅力量喺唔同國家都唔同。喺日本咁樣，直到1999年避孕藥先合法化嘅國家，雖然女性延遲咗婚齡並降低咗生育率，但呢個並冇轉化為女性喺專業領域嘅職業發展。高電嘅研究指出，美國嘅優勢在於高大學入學率，加上避孕藥嘅普及，先至令女性能夠充分利用呢啲機會。總而言之，避孕藥唔單止係一種避孕工具，佢更重塑咗女性嘅人生選擇。佢將性行為同懷孕、婚姻分開，為女性開啟咗教育、事業同埋更理想嘅伴侶關係嘅大門，產生咗漣漪效應，賦予女性更大嘅自主權。好啦，今日避孕解碼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你哋對避孕藥嘅社會影響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，下次再見。